大家唔好叫我做保險經紀，呢個稱呼錯晒，我係保險代理人。有咩分別？等我解你聽。保險中介人分兩種，保險代理人代表保險公司，只賣呢一間公司嘅產品；保險經紀就代表客戶利益，中立地向多間保險公司為客戶揀最適合嘅產品嚟買。代理人係 agent， 經紀係 broker。哈，好複雜，分唔到。唔緊要，簡單啲，你以後叫我保險佬就 OK 㗎啦。我嘅人生唔需要保險，我信科技同數據。個 IT 客講，我好有禮貌咁問，咁你嘅數據有冇話你知 IT 人患腦部相關疾病係普通人嘅幾多倍？我慢慢拎出部 iPad， show 咗幾張退休人士環遊世界嘅相，佢哋都係我啲 IT 客，財務自由咗，提早退咗休。如果佢哋想做到退休年齡之算，我唔肯定佢哋係退休先定腦退化先。佢面色蒼白，話有啲唔舒服走先。我都幾肯定下次就留程度。下晝打電話俾上次話，我諗諗先嘅客。屈太卡叔啊，上次將年金你諗成點呀？我老公話響銀行買好啲，我個女話佢有內幕貼士，不如買股票仲賺得多。我隻寶貝狗又病咗，我心情好亂啊。不如你過2年再打嚟啦，拜拜。我都冇機會發揮我嘅口才，佢已經 cut 咗線。如果個客好似屈太咁要考慮2年，到時我可能轉咗行去蜜雪冰城溝嘢飲，到時見面免費幫你由細杯轉大杯又點話？忠實客戶。